而家我哋一齊做一個金錢能量校準冥想，我哋更快咁進入新嘅豐盛流動。請你揾一個舒服嘅位置坐低或者瞓低，保持身體放鬆，深呼吸3次，慢慢咁吸氣，慢慢咁呼氣。而家想像你頭頂上方有一個金色溫暖嘅光球，佢代表宇宙嘅源頭、神聖嘅愛同埋豐盛。呢度金色嘅光緩緩咁流入你嘅頭頂，穿過你嘅心輪，流入你嘅全身。而家喺心中想像，我釋放所有關於金錢嘅恐懼、匱乏、壓力同埋焦慮。我允許呢啲舊頻率而家被光溶解、轉化、釋放。感受金色嘅光喺你心臟、腹部、雙手流動，將過去累積嘅焦慮、貧窮感、無力感，好似灰塵咁樣輕輕咁被掃走。而家喺心中對自己講：我歡迎輕鬆、喜悅、自由流動嘅金錢能量進入我嘅生命。我嘅靈魂允許我以愛與服務，自然接收無限豐盛。我係豐盛本身。想像金色嘅光開始喺你體內旋轉，特別係喺你心輪、胸口個位置，同埋太陽神經叢胃部區域，形成一個明亮嘅小太陽。呢個小太陽閃耀住喜悅、自由、接收、信任嘅頻率。感受你同宇宙之間有一條寬廣金色嘅能量河流，河水輕柔咁流向你，不斷咁帶嚟金錢、機會、支持、奇蹟，好似自然呼吸咁流動。而家喺心中對宇宙講：我信任，我敞開，我已經係豐盛。豐盛以最美好嘅方式自然流向我。最後，將手輕輕咁放喺心口，多謝你嘅高我、指導力、宇宙嘅支持。喺心中講：多謝，多謝，多謝。我願意接收，我已經接收。跟住慢慢咁呼吸3次，帶嚟新嘅能量。輕輕咁張開眼睛，你做得非常好。而家已經開始喺能量上邊重新校準到更高頻率嘅金錢流啦。如果你願意，呢個冥想可以每日早上或者瞓覺前做一次，大概1個星期嘅時間，你就會好明顯咁感覺到你嘅內在嘅信任感、輕鬆感，同埋仲有外在嘅小豐盛，亦都開始到來了。恭喜你呀！